鸦片消失，其实唔每个人讲起一个亲人的一个爸爸同亲人的妈妈同亲人的一个感情，其实表现啊过后用一个基业来表现哦。那另外呢，我哋嘛可以看到钟离甫同钟培梅两个人的个性，其实差别佢都系佢睇哦。钟离甫就系唔系冇办法做国家做决定哦，佢是而且想讲一次嘅嘢也系冇一次嘅嘢，结果呢，太太钟培梅就直接辞佢哋。如果一个太太总那个培梅哦，系一个做事嘅能力嘅人哦，有可能分一个基业死下嚟哦。死下的就冇办法死的呀！规家人呢，伊都唔系不是有肉可以吃的，竟可以有基业可以吃，当然唔系不以死下咯。嗰些两公婆嘅性格差别过大哦。鸦片的故事其实拢摆有限啊，到一个国中的教材地位哦。伊每个人但系同亲情的表现quite明显哦，同利用一个鸡妈同鸡子的故事表现到亲情爷儿同小人的感情。喺小人的冇爷儿，就像一条小鸡的冇鸡妈来图强样，我本人欺负。爷呢就会代表鸡妈是迄个研究来替代一个鸡妈同一条小鸡的照顾到太哦。最后一条冇几句哦，佢呢一条小鸡嘅重复太嘢，他赶紧想演太嘢，你看自己操控，安尼自己神游，然后自己整理演的冇哦。就像两公婆就看到演的小人嘅，也两个小人嘛变态嘅，演点样嘅去写一条动物个，那么啲家人之间的一个亲情哦。